即马现代人要刻一粒印仔是真方便，点头拢是用电脑刻的。不过顺手工刻印仔的点头是愈来愈少。伫台南呢，就有一间100年的印仔店，坚持用手工落去刻。头家烦恼讲，这传统技艺的失传，除了传予后一代，也保存真侪古早的文物。 全新的印材挖过来挖过去，起头先粗批落去刻，来来回回修过哪改。就为只客人工用刻刀一笔一笔刻出独一无二的印仔。这款纯手工刻印仔的店，伫台南已经真罕见。印铺头家讲，印仔店的光景已经不比早前啊。纯手工雕刻技术嘛对咧失去，之所以变色传承，民众认为印仔对因来讲有无共意义。台湾人。 一世人的生活当中，伊那是一定要用得到的。那较早我拢是用看人这个刻印仔师傅，拢是用手工豆豆啊刻的，感觉较有人情，嘛感觉有一个温度安尼啦。纯手工的当然好啊，对啊，因为做纪念性的，毋是像机械做的安尼，看起来大家拢相共。这间圣文堂印仔店伫1923年成立，传承到第3代，到达超过100档。店家保存侪日本时代印材甲印土等文物，头盖公开互大家看。那安尼，佮甲英国家族所做印仔较面留存，通互人欣赏雕刻有落的细节。头家指出，因每一个印仔拢坚持虎头顶基本的原则。印内面有印的力量，虎头代表很有做有力，顶里尾就是铁钉，嘛是做有力。但是这个特别一位虎头顶里尾就是涵盖，就是整个结构拢有迄力量存在。印仔有无共用途，其实早前古早式的饼类顶头就咧刻。头家讲，手工印仔是一门学问，也是技术的展现。伊嘛，互众人看到充满生命力的手工印仔，明白这项传统的技艺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